標普、納指在恐慌中突破歷史新高，英偉達在恐慌中市值站上$500億。美股七巨頭在恐慌中連漲6個月，散戶們在恐慌中掃剪，這個市場到底怎麼了？笑到流眼嘅面。其實這不是普通的牛市，而是一場被恐慌裹挾的 FOMO 行情。全球投資者一邊擔心經濟衰退、地緣風險、AI 泡沫，另一邊又怕錯過 AI 帶來的下一輪超級功利。美聯儲置之不降息，經濟數據反覆震盪，結果展全衝向有想象力的地方。AI 算力連、英偉達、微軟、亞馬遜、特斯拉，他們在恐慌中越漲越猛，這其實是信心結構的轉移。當現實讓人害怕，資本反而壓住未來，這也是為什麼指數新高但市場情緒卻冷漠。對 A 股投資者來說，這背後的信號是資金在全球都在追確定性成長、技術革命。我們也該想想，中國的 AI、硬科技、半導體有沒有被嚴重低估？點讚關注港 A 說。下期我們聊，當全球都在恐慌式上漲，A 股該怎麼辦？